客家料理轻松做的单元，我们要带您到关西，要教您制作的是仙草鸡。夏天高温炎热，仙草鸡就是降火凉补的好料理。做法很简单，仙草干熬煮4到8小时，加入中药材，就能把仙草的甘甜融入鸡汤里。新竹关西被称为是仙草之乡，因为关西占全台仙草产量的80%，主要是气候佳，盆地又能够聚集雾气，再加上土壤排水性强，所以让关西仙草的品质备受肯定。如果你把这个叶子把它采来，你把它揉一揉，就是有植物胶质，黏黏的，就像强力胶，有点像强力胶一样。充满植物胶质的仙草，虽然1年只采收1次，但是晒成了仙草干之后，随时可以取用。仙草达人钟永熙说，仙草干储存1年以上，就能够煮出香味浓郁的仙草茶。而仙草干只要保持干燥，就能够存放很久的时间。这晒干了之后呢，它可以保存1到10年左右。仙草干拿来煮水，可以变成仙草茶，还有仙草冻。钟永熙说，以前客家庄真的很爱吃仙草冻，因为清凉消暑，价格低，又有饱足感。因为以前养很多小孩，都不太够吃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经济来源不足，就只好把这个仙草把它当做一个附属品，调制变仙草冻以后，吃了会有饱足感。仙草干拿来煮成仙草鸡也很养生，要怎么做呢？首先要把仙草干清洗干净，存放许久的仙草干有许多灰尘跟脏污，得要清洗5遍以上。那这个熬的时间大概要4到8小时，才可以把它的味道、把它的胶质逼出来。要煮仙草鸡，不能缺少的是红枣、枸杞还有熟地这3味。先把鸡肉放入，再加上中药材，就能够熬煮仙草鸡汤。你不用加任何的调味品，不用加盐，也不用加糖就直接这样熬煮出来的这个鸡汤就很好吃，就是一个非常养颜的一个温补的仙草鸡汤了。熬煮3、4个小时，鸡汁就能够融入仙草的汤头里，香喷喷的仙草鸡只要加上米酒，就可以准备起锅。油而不腻的仙草鸡，夏天吃很开胃。长时间熬煮的鸡肉，肉质鲜嫩，而汤头不但有鸡肉的鲜甜，也有仙草的清爽。这一碗传统客家的好味道，成了关西的招牌，也吸引了不少的饕客前来品尝。天地馈赠的草本，清爽的鸡汤的口感，舒爽了炎夏的闷热。经年累月的况味，在热气蒸腾里氤氲感动时刻。